说后面那个跳的那么标准。杂戏不要乱跑嘛，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。我朋友他跳了1个月，现在减了7斤多。他没有1个月，应该只有20多天吧。真的，1个月减肥减7、8斤了。如果我跳的话，有可能还减得更多一点。因为我体重是170。但是保持了好多年，12、13都170。
开始不要抱它，不要抱它就可以摸它，不要拥抱，抱了它不是可以摸。这距离太近了，然后听得到脚步声。Gamma